踏入30歲仲未有100萬，你唔係少數。唔想到40-50歲仲未賺到100萬就要加一把勁，諗一下點樣利用投資幫到你。30歲的投資部署：一、儲錢、儲錢、儲錢。投資首先要有本金，盡早儲多一啲，財富嘅增長可以輕鬆一啲。投資10萬蚊賺1萬蚊唔太難，但係投資1萬蚊想賺1萬蚊就相當有挑戰性啦。二、早啲學識投資，至少認識乜嘢係藍籌股、ETF 等普及嘅投資工具。到40歲先至學買股票，到時可能包袱太多，又要養家，又擔心飯碗，投資未能夠輕鬆起步，偏於保守。顧慮亦都多咗。三、唔好過於保守。30歲人可以話係投資不倒翁，失敗跌咗落地，容易企翻起身。冇錢嘅仲可以黐住屋企，揾工轉工都比較容易，繼續有收入。年輕人投資可以進取一啲，嘗試一啲增長類型嘅股票。四、組織一個投資組合。投資要有成果，唔可以每隻股票單打獨鬥，要有策略。作出部署之前，先定好一個適合自己嘅投資組合，擺出唔同嘅陣營。保守嘅放多一啲喺高息穩健股票，信心強嘅可以多放一啲喺高增長嘅股票。隨住年紀嘅變化，你會發現組合嘅陣勢都有唔同。